2010毅康香港青少年公開賽國際乒聯青少年巡迴賽8月5號喺伊利沙伯體育館率先進行團體賽嘅決賽。咁呢項決賽一共有4項嘅賽事㗎，分別係男女子嘅少年同埋青少年團體賽。咁而家首先一齊嚟欣賞男子青少年團體嘅決賽，由中國隊對日本隊嘅賽事。第一場由身穿紅衫嘅國家隊青年球員馬特對住黃衫日本隊嘅酒井明一場。咁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上年團體賽8強日本對香港嘅賽事入面，決勝局佢就係輸俾趙仲熙出局㗎啦。咁酒井明一場今年得13歲啫，係日本球壇近年專攻削球嘅神童啊！咁全國賽事13歲以下組別排第一嘅。面對同樣都係削球手嘅馬特啊，咁前兩局兩位鬥到難分難解，旗鼓相當，分別21比9各贏一局。咁但係之後啦，馬特喺雙持球上面經驗比較充分啦，一直落兩局11比6同11比7，以3比1局數獲勝，為國家隊先攞1分。第二局就由陳希同日本嘅川松紅豆決一高下啦。咁陳希係上年香港站嘅男單、男雙同埋團體賽冠軍得主。咁日本方面，川松紅豆亦都係日本呢幾年冒起嘅天才球員，咁係日本今年14歲以下組別嘅全國第一。咁兩邊都喺第二局派出實力最強嘅選手出嚟。咁第一局陳希11比9險勝川松紅豆。咁不過之後落嚟啦，形勢開始傾向日本隊。無論正手攻球同埋削球同樣不俗嘅川松紅豆，利用變化多端嘅打法，逼到陳希喺雙持局面下經常出現失誤。咁好快以11比9同11比5追翻兩局翻嚟。去到關鍵時刻啊，陳希終於穩住局勢，以11比9追翻一局2比2打和。咁去到最後尾嘅決勝局啊，雙方全力應戰之下，最終陳希以較佳發揮，以12比10贏埋第五局，為國家隊領先去到2比0。領先2比0嘅大好形勢之下啦，國家隊嘅鄭培峰同東勇道呢一場賽事一嚟就11比3輸咗第一局。東勇道喺日本只係僅次於川松紅豆嘅啫，全國14歲以下組別佢排第二。咁鄭培峰方面，大家相信比較陌生啊。咁其實佢08年只有12歲嘅時候，喺中國嘅全國乒乓球錦標賽入面，同世界排名第10嘅托帥一戰成名。咁雖然佢最終落敗啊，但因為出色嘅表現，被挑選入為國家二隊。咁內地媒體仲封佢為追風少年。今日呢一場比賽啊，鄭培峰喺第一局落敗之後，睇穿東勇道嘅打法同策略，結果作出針對性嘅部署，令到先輸一局嘅佢搶翻形勢翻嚟，直落3盤11比3、11比6同11比8勝出。國家隊今次總比數3比0獲勝啊！咁再度喺香港站蟬聯男團嘅青少年冠軍。